來看今仔日早起，南投的埔里早起8:46是發生規模5.1的地震，深度15.5公里。這震度上大是佇咧南投國姓有4級。這站地震是南投今年頭一站有感地震，甲921地震尾的所在非常接近。在監視器畫面看到刺花的樹花搖搖海海。在南投埔里的這間店，因為突然間地牛冰心，店內電火又甲強要落來，全要開店的店員也驚到。這邊地震發生在禮拜早起8:46分，南投埔里店突然間地牛冰心，規模5.1的地震，深度15.5公里，算極淺層地震。不過民眾感受真明顯，好加賽搖的時間熱納2秒鐘到4秒鐘，上大震度在南投縣國姓4級，台中霧峰3級，花蓮縣西埔加苗栗後浪攏3級。這邊地震是單一獨立的地震。這個地震的主要的成因呢，當然跟菲律賓海板塊向西北碰撞整個歐亞大陸板塊有關，發生的位置也是在一個地震活動比較活躍的地區。那這個地區因為它長期受到應力累積，然後作用，那這個地方的岩層，它如果承受不了這個應力的話，它就會破裂，然後釋放能量。地震七報中心講，所落來1禮拜內，大概愛注意，可能會有規模4到4.5的淺層地震尾。前氣象局地震七報中心主任郭凱文講，這邊地震是南投今年第一件有感地震，甲921地震尾所在強要同款。不過，即馬南投埔里附近是無明顯的活動斷層，所落來是不是有聯動效應？要怪看。今天的那個地震哈，它是在北緯24度，是在那個南投埔里啊，然後那個東京也是121度，所以就是跟那個921的那個餘震密集帶哈。事實上位置是一樣的。地震專家講，這邊地震放出來能量差不多是0.022粒原子彈。照整體的統計來看，全台灣每年差不多有500到700件地震，算是正常範圍內。記者綜合報道。